有啲適當嘅條款適用於。主席，行政長官其實佢咧就剛才道歉啦，呢個係應該嘅，亦都市民都會聽得到。但係咧，行政長官響解釋咁耐嘅時間呢，亦都唔肯承認任何佢做嘅嘢係有任何嘅錯嘅地方，只係話咧時代已經變遷咗啦，而市民對行政長官嘅期望係高咗。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環繞住行政長官嘅指控咧，除咗係話是否適當，係咪佢同公務員嘅規矩咧係有所不同之外咧，最重要亦都係核心嘅問題，就係有冇貪腐嘅成分喺度，有冇賄賂嘅成分喺度。而呢一個咧，而家廉政公署咧已經係立案去調查啦。咁希望咧就係調查完之後咧，我哋會有更清晰嘅一個圖畫喺度。咁但係咧就行政長官會唔會係都考慮得到響廉政公署調查期間，為咗顯示行政長官清白，亦都應該作出避嫌嘅行動？你會唔會考慮呢？就調查期間你自動停職，以作避嫌呢？行政長官，直至到今日呢，廉政公署都未到向我作出任何嘅查詢。如果有嘅話，我向議員保證，我會全面配合，但係絕對唔會干預。但係作為行政長官，我唔能夠隨時隨便咁離開崗位，亦都唔能夠因為個人嘅問題影響特區政府嘅運作。對於廉政公署嘅跟進，我頭先所講，我會全面配合。但係你都明白到，對於牽涉到廉署公署任何調查嘅案件，我係唔適宜再作任何嘅評論同埋補充嘅。但我已經向你保證，我一定會全面合作。